各位，呢個係第一個視頻嚇，咁就用嘅題目就係制衡神話嘅終結，由特朗普家族嘅利益衝突睇憲法嘅無能為力啊。咁就美國嘅憲法之中咧，外國報酬條例明確禁止咗聯邦官員喺未經國會同意嘅情況之下接受外國政府嘅任何禮物或者利益。但係咧，雖然有大量嘅證據顯示特朗普家族咧喺總統任期之內同埋多個外國政府進行咗商業往來，所有嘅法律挑戰都均以失敗告終啊！呢度咧就會以具體嘅數據同埋事實咧嚟分析呢一個制度性嘅失靈啦。喺美國嘅憲法第一條第9款嘅第8項規定，喺未獲得國會同意嘅情況之下，美國任何官員不得接受來自外國國王、王子或者國家嘅任何禮物、薪酬、職位或者頭銜。制憲者咧喺18世紀末納入呢個條款，核心咧就係防止咧外國勢力透過經濟利益影響美國官員嘅決策。George Washington 明確表示總統必須對國家保持絕對嘅忠誠，不得有任何外國財務依賴嘅。但係咧，特朗普喺就職前就拒絕咗咧剝離佢嘅商業資產，淨係將個管理權咧交咗俾仔女。根據美國參議院第242號嘅決議案咧，就列出咗咧佢同其他國家嘅家族，佢嘅家族同埋其他國家嘅商業關係啦。包括沙特阿拉伯嘅 LIV 高爾夫錦標賽，咁喺2025年4月喺特朗普嘅多拉度假村已經舉辦咗噶啦。另外同阿曼咧就有個酒店同埋高爾夫球嘅項目，已經獲得咧500萬美元嘅家族收入啊。喺塞爾維亞咧有一個5億美元嘅綜合體，係建築喺政府嘅土地上面嘅，亦都正在進行中。卡達咧亦有一個55億美元嘅度假村，同卡達嘅國有企業係簽約嘅。呢個決議案明確指出呢個協議都未曾得到國會嘅同意嘅，構成對憲法嘅直接違反。另外亦都有3件案件係同呢啲有關嘅，係另外啲案件啦。正話講嘅係憲法問題喺國會上面雖然有所提案，但係冇執行。而另外咧有一個叫 Cruz vs Trump 就係2017年嘅，喺2017年12月21日被駁回。法官認定咧原告缺乏起訴資格，損害過於推測性啊。另外就係 DC 即係華盛頓特區同埋 Maryland 一齊告 Trump， 亦都係2017年嘅。第4巡迴上訴法院最終以缺乏起訴資格為由駁回，一樣係缺乏起訴資格啊。最後一個就係Butmantov 告Trump， 亦都係2017年嘅，超過200名嘅民主黨議員起訴，同樣係被駁回嘅。3件案件失敗嘅共同原因就係法院對起訴資格嘅嚴格解釋。呢個意味住即使總統明顯違反憲法，亦都冇人可以能夠喺法庭上面係挑戰佢嘅。根據富比士嘅估算特朗普淨資產由1917年大約35億美元降到2002年大約21億，縮水大約40%。但呢個縮水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新冠疫情，唔係因為來自法律嘅訴訟壓力嘅。而卸任之後財富爆發式咁樣增長嘅。佢個主要收入來源就係來自以下嘅幾樣項目加埋貨幣嘅投資，大約係賺咗13億，而嗰個 Trump meme 幣亦都3.36億美元，而聯酋嘅 MGX 投資亦都賺咗大約20億美元。紐約客New Yorker 嘅調查顯示特朗普從任期到而家獲得嘅總收入大約係34億美元，而當前嘅資產約莫係72億美元嘅。呢個制度性嘅
個缺陷咧係來自咧第一，起訴嘅資格門檻過高啊，憲法條文喺面對政府面對總統彈劾時變得係無法執行啊。第二就係政治真空啦，共和黨操控住參議院喺彈劾之中咧係投票宣佈冇罪。第三係執法嘅真空啊，冇專門機構咧被授權執行報酬條款嘅。因此我睇到咧呢個特朗普案咧揭示咗美國政治系統嘅第一個結構性嘅缺點啊，就係當總統違反憲法之中最基本嘅反腐條例嗰時，法律體系因為程序問題拒絕審理嘅實際問題。好啦，呢個係第一個視頻，多謝大家先，我哋跟住翻嚟咧就會講講個正義嘅代價啦。